2026年1月11日，普瑞眼科醫院集團將迎來一場盛會 ，Evo Plus ICL V5 學術研討暨大灣區普瑞 V5 發布典禮。此次發布，大灣區4縣聯動，眾多眼科領域的權威專家紛紛為普瑞 V5 的發布打 call。要知道，並非所有 V5 都能冠以普瑞 V5 之名。採用 Evo Plus ICL V5 7.6毫米大光學區，夜間視覺質量更佳。教授領銜博士團隊，豐富臨床經驗，教科舒適操作。此外，普瑞眼科還擁有專利項目，術前 AI 賦能拱高預測，依託5家眼科醫療機構6000多眼的大數據樣本，讓 ICL 晶體尺寸選擇更加精準。高清術中導航系統，實時動態追蹤，視覺化操作。普瑞 V5 高清視界不分晝夜。2026年1月11日，誠邀李林。主會場設於深圳普瑞星耀眼科醫院，分會場則位於廣州普瑞眼科醫院、廣州番禺普瑞眼科醫院及深圳普瑞眼科醫院。